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。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啊，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。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。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，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太医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胡说什么呢？朱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朕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哦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来的艳福啊，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，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
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嗯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，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你自有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。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，
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。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觅良缘。但没有想到，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。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，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诺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，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名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，但是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奕欢放在心上了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是奕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。这一面绣着两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像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奕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奕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欢妹，如果你真的是怡情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。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索土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所言属实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二人回答的得体，并无明显的破绽。只是奴才这心里跟皇上一样，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纯粹的兄妹关系。这李太医有婚约在身，应该不假。只
只是他口中的未婚妻，却耐人寻味。莫非这未婚妻指的是世淑姑娘，而这强行介入者指的是皇上您？哎呀，这无凭无据的，奴才可是妄议了。你必须尽快按照朕上次说的方法，查实了兄妹二人的真实身份。这。龙小弟，是我。老大，是你啊？怎么天都亮了？你还说呢？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龙体，赶紧回寝宫好好睡一觉吧。老大，还有这么多奏折没有看呢，朕怎么睡得着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帮朕磨磨吧。嗯。龙小弟啊，刚才你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在老百姓眼里啊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上，威武尊贵。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朕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鳌拜要行刺朕了。朕抓住了一把匕首，没料到匕首却被他反夺了去。一醒来，才发现是你把朕的笔给拿走了。龙小弟，你8岁登基，如今才亲政，在过往的岁月里，你一定受到了很多惊吓和委屈吧？一定过得很不容易。不容易。不管是老百姓，还是达官贵人，或是天子，都各有各的不容易。只不过朕的不容易啊，不能轻易告诉别人。朕的内心哪怕是再脆弱、再痛苦，都必须得藏起来，必须以最光鲜亮丽、威武的一面出现在文武百官面前。现在没事了，那个鳌拜已经被你捐尽了，再也不可能威胁你了。你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是啊，鳌拜是除掉了，可是还不知道有多少危险的事情潜伏在朕的身边，所以朕的这根紧绷的弦呢，还是不能松弛下来。世淑姑娘，李公公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你还是想办法，赶紧撤离紫禁城吧，不要留在皇上身边了。叔父，你是说，索额图跟皇上可能发现什么了？哎，你要是等皇上跟索额图发现了什么，那就全完了。铜匣不是找着了吗？内奸也清除了，那你还留在这个紫禁城干什么呀？我是想离开紫禁城，可是我爹不让。哎，你爹呀，是想让你留在皇宫里去打探消息，他是说什么也不相信。你已经对皇上动了真心，可是叔父我把这一切瞧得明明白白。哎，要是继续留在这紫禁城啊，你不但会连累叔父我，就连你跟建清的小命儿，早晚也得给搭上。叔父，奕欢，叔父是不想离开这紫禁城了，因为我是个太监，没法再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就算我有再多的钱，也会被人嘲笑，被人羞辱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！你看，你从小就生活在乡野，自由自在，你年轻又美貌，而且还有建清那个文武双全的未婚夫婿。
你何必贪恋皇上的一时恩宠，而留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啊？哎，叔父都是为了你好。龙小弟，老大我久居深宫，早已没有了出入宫时的乐趣，反而如鸟入囚笼，不得自在。所以老大去也，勿追勿弃勿恼，各自珍重。皇上，会不会是李易欢他们兄妹二人听到了什么风声，现在逃走了？皇上，李太医来请平安脉了。宣，这他们兄妹二人要是想逃走的话，肯定是共同进退。岂会易欢自己一个人逃走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不要妄下定论。这，微臣参见皇上。李爱卿，你知道易欢去哪儿了吗？易欢，他今天不是当值吗？那他应该在永乐斋，或者是去了永和宫找丽妃娘娘。他出宫了，看来他这一次出宫，连你都没有说。看看吧，这是易欢留给朕的信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'm奇怪，这易欢为什么会连他哥哥都不说，就一个人出宫了？皇上，也许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有消息了。带的什么？就一个包裹。去，查查那两个人。哎，你站住！龙小弟，朱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夹在你们中间左右为难了，我也不想光复大明了，我要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欢出走了？是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也没有告诉义父和诸位师长，只留给康熙一封信，说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，想要出去逍遥自在。这不应该啊！小师妹虽然平时任性，但她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。她怎么可能突然放弃任务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也许他还是放不下对康熙的感情，又自知无法向我交代。他不想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左右为难。以他那不管不顾的个性啊，就干脆一走了之了。大师兄，你不必难过。我看小师妹未必是对康熙还放不下，也许是她看康熙对你们两个起了疑心，所以故意闹这么一出戏，试试康熙。倾城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但他秉性纯良，绝对不会算计他人。
尤其是他真心对待之人。其实，这次从滇都回来，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想当年，我曾百般求他为我做一个荷包，他都懒懒的不肯答应。可一看到他给康熙绣的那个荷包，虽然针法拙劣，却显然极为用心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李太医，等一等。建清，你不要再找易欢了，他已经离开紫禁城，他的离开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事。是你劝易欢离开的？是啊，建清，你要是真的爱易欢，就不要让他再回来了。你最好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你们在外面早点成亲，多生几个小孩，这样他慢慢的就把心思从皇上身边收回来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光复大业未必能成功，而你也永远会失去易欢了。皇上出宫了。皇上一看到李易欢的信，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居然命妾身的叔叔带着几个侍卫随他出宫去追寻李易欢了。真是不成体统啊！易欢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二位，里边请。这菜不错，放这吧。客官这边请。来，哎，小二，有没有环境好点的雅间儿？啊，这边。来，那一边。兄台，拼个桌。不行，那边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别的地方吧。二位，您的烤鸭。老大，是你吗？不是我。二位，慢用。你这个黄庭坚的真谛还是我送给你的呢。不过老大确实讲信用，没有把我给你的扇子拿去当了卖钱。哎。老大！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呀，追！好。传家，哎，送我过河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好嘞，来，慢点。哎，主子，慢点！哎，传家，我们要上船。哎，主子，注意脚下！哎，主子，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来，我们要过河。好啊！哎，不许回去！这摆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给你5两银子，这船我包了，走。5两啊！我也有，对，我们有银子。谢兄台，我就送您1个人，我不管他们了。走，我给你10两，10两，10两。不，兄台，那可是10两啊，都够我买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给你20两，30两，对，给你30两，40两，我50两，50两，60两，60两，100两，100两都够我娶媳妇买地，生俩孩子都够了。老大，怎么不还价了？
我不出价了，因为比钱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输定了。谢谢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那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，每年多给你烧些纸钱，怎么样啊？主子，他跟咱来土匪这一套，咱有钱，他没用啊。我1两都不要，我就送你一个人。我只收你60两银子，我只收60两。我呸！60两银子，狮子大开口啊！我身上的钱刚刚都给你了，现在没钱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来！老大，你回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龙小弟啊，你不是龙吗？有本事飞过来找我啊！不是，不客气，就当我刚刚又免费教了你一堂江湖经验啊！走了，龙小弟。你笑什么呀？找船去！哎呦，皇上啊，这儿就这么一条船，没船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主子，东边客栈找遍了，没有。主子，西边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也没有。北边没有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。用点心啊。主子，会不会是舒姑娘，她根本就没在这镇上休息，连夜就赶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还不了解吗？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。这倒是啊。不过主子，她是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就不敢住在这些酒楼、客栈什么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左土，这行走江湖有什么钱生钱的办法没有？在江湖行走，这钱生钱有4个办法。1偷2抢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赌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我要大家走，快点啊！老大，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。买定离手吧，买多的得多。老大，今天你啊是赌不了运。买定离手，快！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呀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爹，把银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爹，赶紧拿钱走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豹子！来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运气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刚才赌的时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要走你自己走。原来是你这个没心来了。别拉我！我说老大，这赌桌上的赢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就赢一把给我看。还有没有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呢？定离手了啊！快！小，赌大了吧，别一直小。你老大还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来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你就在这规规矩矩的闭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老三，还压不压？压，等。压！压你的钱呢？没钱玩什么呀？赶紧走啊！没钱回家。没钱就走人，快走！没钱就赶紧走，别人同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闺女莲香
押50两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亲生女儿做赌注，你这个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还管我？你不好，大贼，你不好赌，你来赌场。让主子再玩会儿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个扫把星。大爷，我没空陪你玩，别挡爷的道。贾老板，50两，50两。这里没人把你当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当灾星，还有别人把你当灾星。现在把我当灾星，不一会儿就有人把我当救星。愿赌服输，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还是小？小。哎，买定离手了。老子通杀！仙王，这骰子一定有问题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当然看不出来。快，我们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贾老板，咱们可都不是外人。贾老板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闺女。一个月，我肯定把钱还你，翻倍，翻倍。何三儿，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的女儿留下来，什么时候你有钱了，再来赎你的女儿。把她拖出去。贾老板，我求你，贾老板，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这是开赌场的，不是开善堂的。滚！贾老板，走，且慢。贾老板，有何指教啊，这位公子？贾有才，你每次都摇出豹子，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赌场赌的是手气，手气好的时候，一连开几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气不好的时候，连续输了10几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输赢无定数，对不对啊？没错，好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我这开赌场的，还不敢跟人赌吗？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假如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两；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50两。还有这个小妹妹，她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她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她现在值100两。刚才50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走。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。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没钱。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应你，给我钱。快点儿！哦。这是我的赌注。100两，100两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检查一下骰子。检查就检查，我这儿从来不弄虚作假。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老天助我这次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！啊，这管用吗？这个？对呀。我压大，你压大，那我只能压小喽。
可以啊，买定离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开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这能赢吗？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赢。好了，你开吧。不许看他。哼，打！哇！他赢了！林香，老师，起来，林香，走。你们放开！林香，这100两你先拿着，回去给你娘看病。谢谢。还有你，让我再看见你赌博的话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吗？多谢这位爷，谢谢。林香，多谢这位爷，赶紧走吧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你呀，别来了。老大，你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这莲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。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们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们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这大赛，竟然敢用水银闪不良幻术，被他们给发现了，我们只能来硬的了。哎呦，陆老千啊！骰子是他给我的，你们找他。喂，老大，慢着！陆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哎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小将花子敢偷我钱是吧？接回去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。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爷，您兄弟好了！小五，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！我也没吃饭，我准备吃粮食了，就是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见官啊！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走，吃面去了。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排行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小武代表兄弟们，多谢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？以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，是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贺年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小五，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富贵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，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，
你也不怕折了寿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哥，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，以后啊，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当然了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。你说谁奸商？哎，谁听着耳朵刺耳，谁就是奸商啊！我说你了吗？听着刺耳吗？那你就是奸商呗！哎，大家看啊，他这是误打自招了。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？奸商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？你看他那样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？你在这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，一下就传开了，我听到就过来了。你来也没用，你又不是叫花子，我不会请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惹了祸，我帮你摆平了，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？面都不请我吃一碗。没钱啊，没钱怎么请你啊？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？行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。没问题。当然你不光请我，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。没问题，这么点人还能吃穷？兄弟们，他请咱们吃饭了，走了，走，哎呦呵，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。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，知道吗？好酒好菜倒是有，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，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，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。哎，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？这可不好说，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，见的人也多了，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，可不是没有。钱老板，你看够不够？哎呀，够了。小二，来上菜。好嘞。钱老板，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。我是生意人，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，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，救他们的性命，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？龙小弟，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，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。老大说的对，钱老板，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。要是你的钱没我多，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，若是要行善，就不能提任何条件，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。我不止这一家酒楼，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。头头，钱老板，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，那这帽子上的珠子，你可认得吗？啊，南海夜明珠，只有紫禁城里才有。哼，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？钱老板，你还跟我比钱多吗？小人不敢。钱老板，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，却不能无良无德，更不能无法无天。对，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是，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小人日后日日行善，再不敢欺负穷人了。好，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，下去吧。是。谢谢你啊，龙小弟，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。那现在摆完阔了，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想再玩几天。
小五啊，哎，来，银票给你，记住大哥跟你说的话，让兄弟们拿这些钱做些生意，自食其力，别在街上流浪了。多谢易大哥，小五一定不会辜负易大哥的期望的。我相信你。老大，你现在还想去哪儿？能不能带上我？我想再学习一点江湖经验。江湖经验啊，行啊，那我现在就教你一些真正的江湖经验。小五，走，让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他，龙小弟，谢谢你的宴请啊。下面呢，让你见识一下我兄弟的莲花阵。走远点，走了，速度！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刚才啊，易大哥悄悄捎话给我说，一定要让我帮他逃走。年点你们追他回家，让他去陪伴一个全天下他最讨厌的朋友。对不住了，兄台。退后，让开！主子，咱们还是回府吧。啊，在这儿画的。我看，糖画，这是糖画啊，谢谢啊。主子，咱们就这样远远地跟着他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啊。随他吧，在宫里憋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出宫一趟，不玩个尽兴啊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字画，卖字画喽！山水人物，挑一张你喜欢的。老板，这个我买了。这个像我，这个像龙小弟。不对，龙小弟的眼睛没这么小。再给你捏大点，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有这么丑吗？你是人是鬼啊你？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呀？你是人我就是人，你是鬼我就是鬼。你忘了，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猪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！诸位客官，今天可是青楼大会，请进，请进。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在呢，有眼光。是的，哎，这位小哥，进去玩玩吧。今天全城最美貌的女人都来了。啊，不去不去，你不进去多可惜呀！啊，来都来了，不用，好看的好玩的，我包你满意。不满意，你啐我这老脸。来。哎呀，来吧！哎呀，进去吧！走。大家把酒都满上，都满上，喝呀！快喝呀！来，江河，我上去了。来，客官，客官，我
跟你说呀，我们万花楼的姑娘那是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话，别总是一副哭丧，知道吗？莲香嘛，客官你，莲香，恩公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恩公，我爹把你给的钱又输光了，然后100两帮我卖到了杏花楼。喂，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能不能把他放了？你说什么？放了他？你是不是开玩笑啊？他是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，代表我们杏花楼来万花楼选花魁的。我要放了他，谁来代表我们杏花楼扬名赚钱呢？那你要多少钱才能把他放了？怎么，你们两个是老相好啊？不对呀，这莲香还是一个厨，怎么可能和你是老相好呢？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，我就问你，多少钱你才能放了他？口气不小嘛！哎，你真想赎他呀？开价吧。行，你要是真想赎他，给我500两就够了。500两？怎么？没钱是吧？没钱那就少扮英雄救美。你这种人，老娘我见多了。哎，让开让开！哎，别妨碍我们选花魁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莲香呢是又年轻又漂亮，一旦选上了花魁呀，这身价一定倍增。到时候你想赎她的话，那至少1000两了。走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没钱赎人，能不能换人？换人？什么意思啊？用我换他。我这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呀，我差点走了眼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个厨啊，还是一个比莲香更美貌的厨。好，你要换她是吧？我答应你。你是女的，姐姐你还是走吧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别说话，莲香，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我们走吧。你这个人呀，太神秘了，我可得小心一点。这万一你中途要是跑了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放他，不过啊，是在你帮我选了花魁之后，我再放了他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走吧，换装去。看好他，走。姐姐，姐姐，来呀！刚刚易欢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，也没什么别的路了，肯定是进这万花楼了。主子，今天晚上奴才要带你去这种地方，那老祖宗知道了，非打奴才一顿不可。此事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祖宗怎么会知道呢？可是，行了，别啰嗦，进去。哎呀，是，守着点啊，别动啊，都在这好好等着。哥。丫头，你真的是仙女下凡呐！啊，这比去年的花魁呀还美上1倍呢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儿一定要给妈妈长脸，一定要把12花楼的花魁给我拿下来。但是妈妈，我能不能先把脑袋上这花给摘了？这花太多了，我戴着难受。不行。那个。欢姑娘，只有这身衣服啊，跟这个头饰啊，才最配你嘛啊！走，其他候选人都到了，就差你了，快点！到你了，就差你了。成了，你等会儿。
哦，你是哪个花楼的姑娘？会不会走路啊？对不起啊。今天全城12大花楼的家人都到齐了，花魁比赛正式开始。主子，不好，龙小弟追来，这下麻烦了。现在我们有请上一届的花魁，是谁呀？西域姑娘出场。这个丫头，真是风不惊人死不休。是啊，不过她这样还真好看。是啊。各位客官，如果您中意我们哪位姑娘，便可以从那里拿一朵鲜花放进那位姑娘的花篮里。今天鲜花得的最多的那位姑娘，便是我们的花魁候选人。候选人将会与上一届的花魁一决高低，胜出者便是今年的花魁。好，各位客官，就让我们来抛花选美吧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花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天有月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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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多谢这位客官捧场。这朵花是不会给你的。你投不投给我，我都是花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各位客官，经过激烈的抛花选美，结果是。还用我数吗？不用数啦。结果就是我们本届的花魁候选人，杏花楼的欢姑娘。好。现在由上一届的花魁西域姑娘与本届的候选人欢姑娘进行歌舞比试，谁得的鲜花最多，谁就是本届万花楼的花魁。别慌。这位客官，可否借一下你的宝剑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要你管。
借不借？如果你要是不借的话，那我就去找别的客官借了。这，多谢客官。各位客官，看得开心吗？开心！现在开始投花选花魁。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。两位姑娘花盘里的花一样多，按规矩呀，两位都是今年的花魁。我宣布，今年的花魁是欢姑娘和西域姑娘。慢着！我这儿还有一朵花没投呢。这人是谁？难道我给西域姑娘多数花作弊被他看出来了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刚刚你怎么不投啊？刚才人那么多，现在投也来得及啊。那你这花儿打算投给谁呀？花儿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哇！西域姑娘花盘里的花比欢姑娘多上一朵，所以今年的花魁还是西域姑娘。哎呀！今年的花魁，西域姑娘。错，欢姑娘也是今年的花魁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儿也有一朵花没投，他们现在两个人的红花都一样，所以两个人都是今年的花魁。对对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今年的花魁呀，是我们杏花楼的欢姑娘。王妈妈，我出3000两，
包下环姑娘的初夜。可以啊，贾老板，不过你得先把钱给我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贾老板够有钱的嘛？那是自然，我爹是直隶首富。把蓝箱给我放了。姐姐，你为了我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。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好人，你不要管我，你还是走吧。莲香，姐姐已经帮你赎身了，你拿着这些钱离开你的赌鬼弟弟，跟你娘去个好地方过日子吧。可是我……哎，不许再说了，如果你再说的话，姐姐该生气了。快走吧，走啊！您真是有眼光啊！原来你忙活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救这个莲香姑娘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得了失心疯啊？那现在你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环姑娘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自然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真笑一刻值千金呐！好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环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哼，贾老板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之前在您的赌坊，我就赢了您100两银子，今天又让您破费了3000两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大闹我赌坊的那个臭小子，竟然是你这个丫头！我是女人，照样可以要你的命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都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走！走！有话好好说啊！你们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环姑娘，你这……走！哎呀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呀！追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我认出来了，你就是那天和环姑娘一起大闹我万利赌坊的小子。臭小子，赶紧把环姑娘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要你的命！各位官爷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可是直隶首富的儿子，我叔叔是京城的2品大员，该抓的是他们啊！该抓的是他们。直隶首富，2品大员，那算什么？我们家主子可是全国第1首富，这大清朝的第1大官儿。哎呀，大清朝第1大官儿，你以为他是皇帝老子呢？啊！贾老板，很不幸，你猜中了，我们家主子正是当今皇上。不是，跪下！万岁爷饶命！万岁爷饶命啊！万岁爷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有眼无识泰山，你大人大量，放了我吧！卓图，在，把这为害一方的恶霸拿下来，送到刑部审问，再查一查他的叔叔和爹爹是不是做过什么违法乱纪之事。这，把他那爪子给我剁了！住！哎呀，万岁爷，饶命啊！万岁爷！